来看这条新闻，唔知观众朋友坐飞行机，你敢会惊惊咧？这中央航空有一名外国机师，伫咧5月被执行勤务进前，伊酒测是超过标准，当事人要求爱定检连续改验8届，酒测值总算是零啊，会当上飞行机。汤市技术这个工会就批评讲，外口警察甲民众做酒测，敢有互你8届机会？认为中央航空为着要趁钱，却无顾安全。民航局表示讲，会依照民航法。要求中央航空需要解释。通知技师这个工会讲，中央航空一个外籍技师伫5月7日离群飞纽约飞往安吉拉伫飞机报到了后，验出酒测值超过0.2，当事人要求搁进行酒测，测8摆了后起飞进前，最后酒测值0。外籍技师讲，家己照公司规定，无伫个离群进前12点钟内底啉烧酒，毋过14点钟进前有啉烧酒。技师工会批评，依照中央航空内部标准作业流程，技师离群进前，若头一摆酒测值在0以上，必须在15分钟内接受第2摆酒测，那要是超过标准，就要需要停飞，也要来拨开会调查检视原因。长荣航空为了一个营运或者是营收的这样的一个影响，居然让这样一个外籍机师测的酒测高达重复测了8次，然后取得酒测值0，那让他进行这样的一个航班，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，而且无法接受。对技术工会批评无顾飞行安全，中央航空回应事发了后，已经约谈相关当事人调查责任，检讨作业流程。对这个技术头一摆酒测值毋是零检出，公司当时也计划召开临评会讨论定数，不过当事人伫开会进前自称离职。中央强调，技师无啉酒开飞行机，也过坐摆酒测未依照标准的作业停事，会进行内部检讨。前国际航空技师指出，国内各间航空公司的技师报到了后，拢会进行酒测，标准拢是伫飞进前零检出，也过绝对无可能稳准坐摆来检测。报到前，先会在柜台做个简易的酒测。如果说他对酒精有反应的话，我们必须用这个更进一步先进的仪器，只要是被测出来一点点，哪怕是1丁点，你马上就会被停止当趟的任务，而且之后会受到非常非常严格的惩罚。前技师指出，过去业界确实有外国籍技师薪水福利较好的状况，也过对着有关飞行安全的酒测，大家拢同款，无听讲有差别的态度。对着这摆坐摆进行酒测个案，民航局会发布声明，表示对着啉酒开飞行机是零容忍。对中央航空外3名人员无依照公司的停事进行超过2摆以上的酒测加后续处理，会依据民航法要求马上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